台中当时国小的跑道运动场已经破旧旧，学校是一直咧争取要改善。即天地方的代表要接到相关的单位来会勘，希望让囡仔一个安全佮舒适的运动环境。斗南桥的街啊破烂烂，创校100多年的当时国小，嘛是附近社区民众重要运动的所在。不过场所刷酸长甲真严重，好学校头壳摸咧烧。去年预算编列的时候，有30几处是在这个裂缝已经没有办法修补的状况。树根那么去跑道内底，互跑道规扑起来，都惊有人受伤。学校先用三角框围起来，边嘛有真侪避开所在，都学生因为安尼跌倒受伤。学校希望会让争取经费来做改善。今天我特别召集中央的体育署。我们来解决问题。地方面台这几天邀请到相关单位会勘了后，考虑到老师学生和民众使用的安全，会编685万的经费来改善球场，让老师和学生各民众会当在这舒适运动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